还阁来乡亲啊，咱昨有报这条的新闻，台北市一个太太翁婿过身了后，甲小姑仔争信义区就业的家产，竟然是起歹心，甲查囝联手要来抬这个小姑仔。讲这位太太之所以会锁定伊的小姑仔，就是看伊无结婚、无囡仔。进前伫咧银行食头路，目睭阁无好，所以就偷摕小姑仔的证件，互伊收养着家己的查囝。讲旧年的8月，伊就甲伊的查囝甲共犯冲入去小姑仔的厝，甲小姑仔甲小姑仔70岁男朋友绑起来拍，阁甲因恐吓，叫因袂使报警，讲嘛袂使甲因告，而且嘛爱甲厝让出来，互即个小姑仔男朋友可能是去互因吓惊着，2个月后就过身了。穿感冒色衫的走人，甲被害者戴吊花，犯案的钢推仔和保险帽棒掉落伫咧涂骹。警察walk进一个看，太太早就已经头壳老花，剩一块丝啊。听家己哀哀叫，规身躯无力，警察赶紧将人救开。原来为着因翁迄边正要的财产，还有华尔街女星外号查囝单立庭来无善小姑。上可怕是，这早点是因头一摆起卡动手。早在去年8月，母女2个人就伙同2名共犯闯进小姑住家，将她跟男友捆绑殴打，导致2个人脸上全是伤。根据平面媒体报道，家属讲小姑因为无家庭囡仔，加上早年伫咧银行做，用眼过度，目睭变个真歹，性危险犯，趁机会偷摕小姑证件，借几200万。迄天原本2边要谈判，哪知影一阵通，全要去厝内，就甲小姑和男朋友拍，逼伊放弃法律追诉，搁要甲厝交出来。超70岁男朋友敢若伤过惊吓，2个月后就过身。亲戚间的事情，什么事情？不知道家族争财产风波，和附近的住户拢伫咧起起楚楚，嫌犯心机真重，手段凶残，前2摆开200万卖向手杀人，制造假意外拢失败，落尾失控摕钢推啊，想要甲人讲死，即马当场红掠，伊杀人争财产的计划嘛红也出来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